有一位第4代的黏土的雕塑的师傅，真希望有少年人来学这种的工艺，安尼这款的艺术文化才袂来失传。台南的泥塑师傅叶永成，这几个月来到台南做社区营造的泥塑，为了增加在地性，减少泥塑的重量，嘛特别地土加入稻水。稻草啊，我都有加一些那一种下去做啊，融入在地的元素。哎呀，融入在地的环保概念。叶永成真欢迎少年人来学泥塑，嘛希望这项技艺袂失传，会当继续传承。自做囡仔5、6岁，阮兜落去做这啊，吹这样歌大啊，应该也正常的，我真也好做30几年啊。传统工艺毋但是将技术，嘛代表台湾文化。欢迎对学泥塑有兴趣乡亲和叶永成联络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